成個純別墅區唯一一套在售嘅大獨棟，睇睇個花園。花園佔地600個方，成間屋佔地1500方，足足2畝半，大到無論成個籃球場等喺呢度，可以裝得落有餘。建築面積750個方，目前就5個房，成個外形好霸氣，非常之有體勢。中空嘅大廳足足有8米高。呢邊咧就係廚房，連埋飯廳，足足有80個方。比起普通人成間屋仲要大。嗱，呢度就係電梯井，地上3層，地下1層，全部都可以靠佢哋連通。呢度就後花園，響度打羽毛球，綽綽有餘。如果你揾緊遠洋城板塊嘅大獨棟別墅，呢一套你必須要嚟睇一睇。